厕所啊，然后还有屋顶漏水的，还有改善。我们也编列了一些相关的经费，针对市场的硬体，包括了地坪、水沟、环境清洁，还有我们的公厕，未来我们都会做大力的一个改善。有很方便啊，那些老人才可以不用爬上爬下，拿去那边给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啊。所以这边摊商都还蛮支持。对，蛮支持的，因为东西有时候每个人都要新鲜的啊。如果今天卖不完，没有卖光的，就是拿去那边，人家还是会拿去。因为其实市场其实有很多多余的物资，那其实摊贩商如果说要让明天再卖的话，坦白讲已经消失那个新鲜度了。那如果可以将今天剩余堪用，然后卖相不好的留给我们社区的长辈，甚至独居弱势，那其实这个份爱会大家感受到市政府的温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菜市场是市民每日采购食材的地方，而卖相差或没卖完的食材该怎么办呢？台南市政府为了鼓励惜食的理念，陆续设置了16处爱心惜食平台，其中有15处就在公有零售市场。市场摊商可以将卖相不佳但还可以食用的食材放进冰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此外，市府也致力于改善市场的硬体设备，例如关庙市场近期增设货柜公厕，方便民众及摊商使用。市场处并邀集在地7年级学生共同彩绘外观，展现关庙市场的在地特色，让菜市场除了民生采买，也发挥更多凝聚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是一个老的市场，所以说我们有些设施还不很完善，所以刚好用最节省的方式，用最快的速度建置了这个货柜屋洗手间。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谢谢这个市场处很快的就能够反映这个在市场购物的婆婆妈妈以及民众的需求，然后能够很快的速度把这个公厕给设立起来。那它的功能虽然是货柜屋，但是功能一应俱全，而且事实上清理是很容易的哈。建立起这个惜食平台，用这个冰箱储存的方式，欢迎大家可以自行取用。不管是要做公餐的社区，或者是家里有需要的年长者，都欢迎来取用这个惜食平台里面的一些食材。我们希望能够建置更多台惜食平台的这个冰箱。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社会上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9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电视剧《火神的眼泪》演出不少消防人员的心声，所以议员李宗翰伫市政总之前，特别借出为消防人员的勤务、工作性质、甲装备超勤点问题，一一提出探讨。另外，为了改善消防人员的工作环境，伊嘛建议要协助消防人员筹组工会。消防人员的勤务对过去的消防救护、掠芳掠蛇，甚至装助警器、消防安检等大细项事件拢有。议员李宗翰想要透过职场剧《火神的眼泪》，关心消防局类似剧情的内容，台南市是毋是会来发生？包括安检人员是毋是有够，或者消防衣脑骨破损，以及勤务懈困的状况等。在戏剧里面呈现出来，就是有一个退休的学长给学弟一件破掉的消防衣，这件事情会发生什么状况？因为我们破损的也会这个即使可以修补的也会修补嘛。迄个有当时啊，伊家己有发现会去修补啦。有当时啊，很多破起的时阵，伊嘛唔知影什么状况。水蒸气真的到上面去的时候滴下来，可能真的烫伤了，你到时候再来救他，真的也是很危险的哈。比较类似的组织，像是我们的邮局，他们就有工会的组织。这件事情想要拜托市长的地方是，可不可以跟中央谈谈看，在法规上或者是在制度上有没有办法做什么样的修正？会跟中央反映，不过邮局他们不是公务员，包括中油、台电，没错，100%他们国营事业。没错，这件事情
们知道，但怎么样子可以往这个方向迈进，可能就要拜托市长。所以以上这些事情我们都做得很好，但接下来要怎么样子做？可能如果我们台南市真的在这些事情上做了这么多改变，希望我们可以带头发起。除了关心消防人员，另外伫这波疫情协助防疫的第一线人员，议员嘛看到公务人员的辛苦，包括假日加班等。议员表示，除了技工家长，嘛希望会用个予公务人员实质的奖励。对此，市长回应，受到公务人员考级天花板的限制，希望未来会用个争取放宽家长75%的限制，予公务员有更较好的考级奖金。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基源科技村伫市政总集船针对修整了后的树基凌乱的放伫路边，要求市府相关单位要加强反向沟通，尽紧解决问题。另外，中央采购疫苗效率歹，互大多数人民无疫苗通好住，议员也提出批评。伫7月29號透早的即陣中，議員徐志春針對府城市區修整了的樹基烏白坑的情形來向市府討論。議員指出，公務局的人員修整了，無法度直接送去處理場所，顛倒是要另外透過聯絡，才去派環保局的人來做處理。目前敢若有新營掩埋場的撥出空間來做處理。議員表示，環保局長應該甲其他的單位來共同討論，做伙伫府城市區找一塊地規劃專門處理廢棄的樹基。環保局長表示，因為目前真正找無所在通放，所以嘛有甲公務局討論，希望送甲處理場的樹基莫有糞掃殘佇內面，同時嘛會檢討甲其他的單位討論規劃市區的廢棄木材處理場。市政府我們有工作人員，我們有團隊，我們有工程車，有器具，好去修剪完以後，好，現在怎麼樣變成我們要透過民意代表或是地方去拜託環保局局長，或是拜託區隊的隊長，這個公務局他們修剪下來的樹幹，請你們工作人員來拜託幫忙清理走。好，這個部分環保局局長也交代各區隊的同仁願意來配合市政府，但這個過程裡面，是不是原本他們公務局是可以直接由他們的抓斗車就直接可以到運輸過去了？不用再有第二個團隊來接手。既然大家都是一個團隊為民服務，我們的效率、我們的工作精神、我們為民服務的這種價值感，一定要一致性。事務局長其實已經平常都有在討論這個案子要怎麼推進。那目前初步來講，先從新營，那另外我再找其他的點。那分類的部分，公務局也在配合，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再跟公務局再檢討、再改進。另外，議員指出，中央採買疫苗的效率相差，而且中央嘛無予大家一個明確的未來規劃，完全無重視台灣人的健康。同時嘛向衛生局長問到台南疫苗分配的數量，局長回應，到7月27號透早10點的台南目前所分配到的疫苗總數量是564060劑，但是台南的總人口數高達187萬人左右，分配明顯無夠。議員指出，中央對疫苗的採買態度一直是似是而非，佇降級了大部分人攏還未接種，實在是讓人民真無安全感。台南新聞林跟劉品言採訪報道。衛生局統計，台南市18歲以上的人口將近160萬人，目前注射疫苗比率大約是32%，也就是還有將近110萬人也未注到。議員洪玉鳳就質疑，到底疫苗何時才有夠？而且在無夠的狀況之下，閣要分配予第二劑來注。議員批評，這對也未注到疫苗的人非常無公平。議員洪玉鳳以衛生局到7月27日統計，台南市18歲以上的人口總共1599700多人，毋過注過疫苗的才495629人，疫苗的施打率大約31%左右。還佫有110萬人到現在佫毋知影疫苗佇咧底，佇咧疫苗不足的狀況，現在佫開放第二劑，對此議員認為相當無公平。我要跟市長講的就是說，我們還有110萬的民眾，他的疫苗在哪裡？你說像昨天呢，我們知道說全台灣有300位已經打過莫德納第1劑的人啊，他們在等着第2劑啊。
那我们要回归科学的话，他莫德纳打完应该是8周就要打第2剂啊。你即马雄该安那？该第1、2、3类8周打第2剂。那其他的人呢，就要等到10周到12周那当然，孕妇的话我们没有意见，但是1、2、3类的人，他们的身体比较虚弱吗？比这些打过疫苗的长者身体虚弱吗？比这些有那个慢性病史的人身体虚弱吗？好啊，像我好多迄种相片啊，我家己是7月初6住第1剂，我是一天到晚都要带着药慢性病这救心拢爱随身带。局长也知道我是2个癌症的病友那像我们这样子的人，我们还是昨天看到媒体，听到说可以去预约，那我们就上网去预约1922。但是你去预约了伊甲你讲，无啊，迄是第1类、第2类、第3类的，甲孕妇才会使，恁阁袂使，恁等10礼拜以后那好，这个就是造成台湾社会的一个对立的情形很严重啊！你为什么我打过第1剂了，你不给我第2剂，然后让其他的人来抢我的第2剂？除了关心疫苗的状况，另外伫个现金纾困的部分，议员嘛以桃园市要普发每人5000块为例，希望桃园会使，台南嘛会使。对此市长回应，可能要牺牲建设经费，或者是借钱来发现金。不过议员认为，满钱手来，要安怎扭捏，就要看市长的作为。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的特色疫苗注射站就熟悉哩，伫个台南市美术馆、奇美博物馆都会公园以后，科技音乐图书馆以及小龙文化园区嘛接续提供服务，而且科技音乐图书馆阁有大提琴市中奏，用优美的音乐声陪伴民众较轻松的注疫苗。听到大提琴的乐声，参像是来到音乐会同款。科教音乐图书馆26日，总共提供1天500个接种名额，真侪来到这接种的市民朋友，拢表示这的环境真好，而且佫会当听音乐，感觉特别无同款。来这边打预防针，有没有疫苗有没有觉得比较放松的感觉？就跟医院的差别在哪里？不一样啊，很舒服，还有音乐可以听，然后整个环境也都很棒，重点离家很近。之前是看电视上好像都是蛮拥挤的，或者是感觉上秩序蛮不好的。然后来这边的时候，我觉得怎么环境那么舒服，然后打从一到那个大门的时候，就感觉上人缘非常的好，然后进来里面又有音乐，就感觉上好像是真的来这边听音乐的。市长黄伟哲也特别伫开拍第1天，展览科教音乐图书馆，关心疫苗接种的情形。今天来到特色施打站许实音乐图书馆，可以看到事实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优质的地方。我们来接受施打疫苗的民众都觉得很意外、很惊喜。其实文化的软实力是台南的强项，我们只是想说，这个施打疫苗本来是很单纯严肃的事情，但是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加一点特色会更好，我们觉得其实也是很好。所以我们陆续还会推出很多特色的施打站，像在公庙啊，像在博物馆啊，像在美术馆啊，像在音乐厅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施打站。我们也希望说民众除了施打疫苗之外，还能得到身心灵的舒放跟愉悦。黄伟哲表示，科教是50年代台湾流行乐创作家，也是名歌采集以及唱片制作者。以现场接种疫苗的市民平均年龄51岁来看，真侪人可能对着科教无啥熟悉，但对着科教的代表作《安平追想曲》《风雨夜曲》应该拢真熟。所以希望借由特色接种站设立，让市民朋友伫注有风险的同时，嘛会当更加了解台南的历史文化。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动全程免费，欢迎涉及台南市高中以下的同学踊跃参加，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详情请洽双子星及三冠王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立委陈天辉为了感谢这些基层诊所加入注射针的行列，29号联合议员陈义丁等人，关境台南市7个区1200外的防护面暗，加700领的防护衫，希望用实际行动做医护人员坚强的靠山。当疫苗陆续配发以后，协助注射的基层诊所除了并社的社区医疗以外，依照政府分配疫苗的数量，也刷加并且2位到5位不定的护理人员来到3天，并且加做无营。为了感谢基层诊所医护的付出，立委陈天辉联合议员陈义丁、创全、周丽珍、吴同良共同来筹募防护衫、加面罩等防疫物资。29号开始分散到北区、南区、安南区等7个区域的疫苗注射诊所，感谢因做伙来拼注疫苗的比率，嘛互诊所相当感动。我们非常感谢廷飞委员还有怡珍议员捐给我们这个疫情期间非常宝贵的防疫物资，包括有防护面罩，还有防护衣，还有其他的防护措施等等，非常谢谢他们，谢谢。那这次包括怡珍还有周立基议员、吴通龙议员、蔡旺全议员等等，我们会分配到总共包括北区、中西区、安南区、安平区、东区、南区，还有6甲区的这些疫苗诊所。那也希望说给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一些的防疫物资，让他们多一层防护。那大家一起来力拼全民的疫苗覆盖率，也感谢医护人员的辛苦。疫情警戒27号开始，虽然降到2级，不过防疫工作犹原袂当放松，注疫苗爱搁较积极。虽然愈来愈侪基层诊所愿意加入注疫苗行列，互民众就近来注，相信一定会大大提升民众意愿甲注射比率。但新闻军及采访报道。为了让客运车司机伫个防疫警戒降为2级了后，会当安心的营业。议员吕维英特别前往大都会车队台南分公司，捐赠1000支的护目镜，希望为车队司机的防疫来加分。大都会赞不赞？赞！防疫警戒为7月27降到2级后，为了替辛苦的客运车司机防疫加分，市议员吕维英特别前往南区民兴路大都会车队台南分公司，捐出1000支护目镜，让司机会当更加安心营业。今天是我们的微解封的首日也是3级降到2级警戒的第一天。那我想很多民众其实都会有点开心想要做报复性旅游的一个工作。那报复性旅游或报复性出门，那小黄是大家首选的工具。那我们的台湾，特别是台南计程车司机，他们都很专业，而且都很热情。那但是疫情的解封之下，还没有完全的来脱离疫情，所以今天特别来我们的大都会来提供1000支护目镜给我们的计程车司机。那期待他们在服务客人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得到最妥善的保护。大都会车队真感谢议员的捐赠，也期待解封了后为民众带来更加好的服务。首先，我们感谢我们的在地的议员吕议员那捐赠我们这一次数量那么庞大的护目镜让我们的司机同仁可以免受病毒的感染那疫情以来，坦白讲，我们整体的绩效司机的收入几乎是只剩下1-2成那借由今天解封之后，我们做好更好的防护措施，希望能够带来更好的绩效。吕维英表示，除了这次捐赠1000支护目镜，予大都会车队以外，
伫服务处嘛有准备了1000支服务镜，提供予客人车司机来领取。欢迎有需要司机朋友会当前来旅维印服务处，凭客人车营业证来领取。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中秋佳节将要来到，真侪人会想要借着送礼来表达关心，因为市面上的月饼礼盒800种。台南情营酒店特别依照创新甲优惠的介绍做指标，推出中西式的月饼礼盒，咱做伙来看卖。个人习惯伫中秋送月饼，表达对朋友亲人的重视。但是要选倒一种月饼礼盒啊，也是互人真伤脑筋。台南精英酒店以美味创新的口味，佮加上美观大方的礼盒包装，推出4种中西式的月饼礼盒，提供予消费者家己选择。台南精英酒店今年总共推出了4款中秋礼盒，其中包含2款由经典广式月饼组成的月曜露彩以及南城月。那今年比较特别的部分是由我们发集行政西点主厨罗伦设计的2款西式点心组合。月曜法送里面包含了4款主厨手制的法式小点心，明月则是以台湾经典小食车轮饼作为发想，佐以顶级奢华的内馅，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月轮饼搭配茶叶组合。我们这一次4款的中秋礼盒售价是780元起，最低还享有75折的优惠。台南精英酒店锁定中秋月饼大众市场，只要伫8月31日进行完成预订并付款，就当享有早鸟价85折优惠。一推出就吸引不少老顾客打电话询问。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17分有时乌阴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温度28度到30度，落雨几率有9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7月2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